我公司有聘请外劳，你懂的啦，有合法的，有非法的，怎样处理哦 ？Self bill 还是 EA form？ 这个是一个很难答、很 cake 的问题，在这边讲好像有点困难呐、这个是大庭广众啊。大概跟你们讲一下啦，就是非法的我先放一边先啦，等你们来上课我们再讨论啊。对于服务合约，就是 contract for service 啊，这些承包商就是 subcon 啦，或者是我们的自由职业工作者啊，就是那种 freelance 啊，这些付款哦，通常理应都是应该用 self bill 来处理的。除非他有给你 invoice 啊，而对于雇用合同 contract of service 的员工呢，他们的收入就应该通过 Form EA。当然，你要做什么都好，最起码他们必须持有有效的护照啦。因为这个 EA form 也好，这个 self bill 也好，都要证明到这个人是有身份的嘛，有护照来证明他人是存在的嘛。如果连护照都没有，怎样去证明他们这个人存在呢？拿的脸放在那个复印机上面，